大家好，又係我軍事炮彈熊。今日我想講下斐濟級輕巡洋艦斐濟號。斐濟號由約翰布朗造船廠建造，排水量8530噸，滿載排水量10450噸，最高航速33節，續航力23節航行，可以航行6520海里，人員730人。佢有一部雷達叫279型雷達，可以偵測水面嘅目標同埋部分空中目標。武器裝備4座3聯裝 152mm 炮，4座雙聯裝 101mm 炮，2座4聯裝 40mm 炮，4座4聯裝 50mm 維克斯機槍，6座 533mm 魚雷管。冇水上飛機，不過佢嘅同其他同級艦有水上飛機嘅。斐濟號係斐濟級輕巡洋艦嘅第一艘，佢有8隻姊妹艦，包括尼日利亞號、毛里求斯號、肯尼亞號、千里達號、牙買加號、岡比亞號同百慕大號。斐濟號喺1939年5月31日落水，1940年服役之後，佢要去非洲參加威嚇行動。呢個行動係盟軍要攞法屬西非而做嘅一個行動。當時佢係喺維奇法國手上，但斐濟號喺去嘅途中就俾嘅納粹德國海軍嘅 U-32潛艇攻擊，結果翻咗英國維修咗6個月，之後參加克里克島戰役。一開始打得唔錯，擊落咗一架德國戰鬥機，擊退咗一波嘅空襲，但之後由於防空彈藥嘅用盡，俾德國空軍好幾架嘅 Bf-109圍攻，掉咗好幾粒炸彈落去佢身上，結果就炸到受損。之後仲要俾一架 Ju-88轟炸機投下3粒炸彈，造成佢嘅即時沉沒，造成咗241人死亡，但有523人生還。斐濟級輕巡洋艦嘅防空能力係非常之好嘅，佢配備嘅4座雙聯裝 101mm 炮同2座4聯裝 40mm 炮，仲有4座4聯裝 50mm 機槍，係對防空非常之有用嘅。不過佢嘅反潛能力同埋佢嘅152mm 炮嘅威力其實係比較上不足嘅。佢有6座533魚雷管，所以對艦亦都有非常之大嘅威脅。冇水上飛機係正常嘅，因為老實講呢一隻艦嘅設計已經係非常之緊湊嘅。斐濟號嘅沉沒其實只係因為佢嘅防空彈藥用盡。如果斐濟號嘅防空彈藥未用盡，我相信佢可以生存到更加耐，亦都可以提供更加好嘅防空喺克里克島上空。不過斐濟號都有一啲嘅問題，例如佢嘅生存能力係比較上差嘅，擊穿咗嘅水閘門之後呢，就好容易沉沒，所以佢嘅防護能力其實都唔算特別好嘅。好啦，我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